你有冇發覺每年一到農曆7月，香港嘅氣氛就會有少少唔同？街坊之間開始講起盂蘭，有啲人會去拜神、上香，亦都有人會特登去睇盂蘭勝會。對唔少香港人嚟講，盂蘭其實已經係我哋生活入邊一個好熟悉嘅節日。今年2026年第83屆廣府盂蘭勝會將會喺筲箕灣舉行，由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主辦，於2026年8月14日至17日，一連4日喺筲箕灣愛秩序灣遊樂場舉行。而梁思浩世界鬼故事 YouTube 頻道今年亦都會繼續第2年全力宣傳協辦。盂蘭勝會唔單止係講鬼、講靈異，更加係我哋對先人、對無形眾生嘅尊重，亦係一份流傳至今嘅香港民間文化。如果你對民間信仰、傳統文化有興趣，或者想親身感受一下盂蘭勝會嘅氣氛，就記住嚟筲箕灣支持。梁思浩世界鬼故事邀請大家一齊支持盂蘭文化，支持香港傳統，守護呢份珍貴嘅文化傳承。我哋筲箕灣見。